可唔可以同大家打個招呼，同埋介紹下自己嘅角色先啊？我角色係導演啊，大家好啊，係《寒戰1994》嘅導演梁立文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Thank you，多謝導演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禮拜日啊，嗬，係啊，多謝你哋禮拜日嚟支持我哋母親節，母親節快樂，母親節快樂！我係劉俊添，喺《寒戰1994》裏邊飾演李文斌，多謝大家。Thank you。Fish 咧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ish 條子，呢個影前啊，我就係做潘氏嘅後人潘怡生，係咯，一陣見啦。Thank you，Fish。Hello， 我係 Mandy 譚文軒，咁我喺《寒戰1994》入邊咧飾演楊碧兒，係一個高級督察啊，咁好多謝大家母親節都嚟睇戲，咁都母親節快樂。Thank you，Mand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gus 楊天宇，祝大家母親節快樂！我喺戲入面飾演飛虎隊隊長，叫我 Dave， 多謝。Thank you。咁可唔可以問下導演，因為佢哋未睇戲，如果你有一個好簡單嘅導讀啊，可以佢哋應該點樣去品嚐我哋呢個《寒戰1994》咧？大家夠精神就好啦，係啊，因為下晝啊嘛 OK 嘅。其實係一個前傳嚟嘅，咁就係、大家有冇睇過《寒戰1》？有睇過《寒戰2》？有。我哋嘅年青李文斌就喺度啦。我正話見到咧，有觀眾咧，唔好意思阿謙，佢哋開始唔嗌你阿謙啦，開始嗌 MB 啦，開始嗌 MB， 我聽到啦，係我聽到，即係佢已經係大家都認可嘅少年李文斌啦，係啦喺度啦呢位，係。咁我問下 MB 啊，你拍得最辛苦係邊一場？最辛苦啊！如果喺94，我諗真係同阿 Angus 打嗰場啦。咁我唔劇透咁多啦，因為有冇人未睇㗎？咁我就為咗你哋着想，我唔劇透啦。係啦。咁但係一陣咧，我同呢個楊天宇打嗰場呢個 Hyros 好勁㗎，呢個人知唔知？認住佢楊天宇同佢打嗰場咧係最辛苦嘅，因為我哋拍咗我諗有8至10日嘅時間咁樣，係咯。Thank you。咁我問下 Fish 啦，你有睇過咁就知道，你自己覺得你最中意邊一場啊咁？成套戲最中意，我中意好多場啊！打嗰場係咯，都好中意啦，嗰個真係好勁。同埋我自己好私心一啲好微小嘅位，例如黃丹妮嘅動作戲跟住講埋出嚟嗰個嘅，同埋一啲佢一啲小技巧，佢除咗槍之外，都會有用其他嘅武器嘅，大家可以留意下。大家留意下陣間黃丹妮用啲咩武器啊？即係我都覺得我自己好私心，自己都好想有呢個戲，希望下次導演可以考慮下接燈啊！武器之手嚟喎呢個，10大武器之手喎。我咁瘦弱，梗係要用武器之手啊！係。Mandy 咧？母親節快樂。Mandy 咧？你最中意係邊一場？都關黃丹妮事嘅。好關㗎，佢係好想講下佢，特別佢唔喺度。我中意佢個名啦，即係佢係老遠咁樣嘅，咁我好中意呢個名，好型啦。咁跟仲有一啲係咯，佢動作場面我覺得係我都好中意睇，因為好型啦，同埋咧佢揸槍咧亂咁嚟咧。但係我揸槍係 very standard，即係我要做啱嘅，但係黃丹妮係亂咁黑社會咁樣，我都想做黑社會啊！導演，好啊！我希望有機會。好，收到。我要做黑社會入邊嘅金牌殺手。可以啊 Fish， 可能9年。母親節快樂，交俾 Dave。係 Dave， 你哋最中意邊場啊？戲院邊？我好私心嘅喎，即係我比較即係打嗰場，我覺得除咗我同阿謙公嗰場之外，改咗你，唔好意思，阿謙公。就係我諗佢同丹妮嗰啲場口啦，即係而家影前我就費事講咁多，但係嗰場都好 catchy。所以基本上係成套戲咯，講完之後就每套戲入邊全部都要留意大家。好，我哋仲帶咗啲禮物嚟送俾大家嘅，就係有幾位親筆簽名嘅電影海報啊。雖然係影前啊，但我哋都把握機會，可能大家有少少問題想問幾位嘅，我哋都係我數3、2、1，大家幫我留意邊個舉手最快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嗱，3、2、1。到啊？有冇阿謙有冇見到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啱啱我哋討論緊影前可以答啲咩問題，你哋舉多次啊！1、2、3。好，我都睇過。
過嘅？其實佢哋中間灰色衫嗰個間條，係好啊。 Hello 你好。如果拍下一集，你想再加多同邊一個演員合作啊？哦，哇！呢個問題咧真係要問導演㗎。唔係，如果我拍咗㗎啦，係放心。剪接中，希望今年之內同大家見面，應承大家，係。Thank you。我哋個 logo 有半個五字嘅，大家留意下先。發現大家都睇唔到我哋個 logo 有半個五字。係啊，冇錯。好，我哋仲送多一張啦，好唔好啊？今次阿 Dave 幫我哋睇啊 ，Dave 好勁嗰啲眼力。好啊，嚟3、2、1。呢位6號係你啊！上機。座位啊！好衰。飛虎女啊！我可以用普通话问吗？可以啊。因为我已经看过94了，其实我就特别想看到95，所以我很好奇，94里面现在的这个剧情量跟95比，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就是95的，它会不会按就是各方的势力或者角色更加的精彩？对，放心，我的95已经拍好了，跟着应该是今年之内跟大家见面，所以稍等一下，先多看一次94就好了。謝謝。大家睇95之前睇多幾次94先啊，推介多啲朋友入場。我哋最尾同大家一齊影張相啊，好唔好啊？麻煩幾位坐第一行啦，Thank you。